后来乡亲啊，讲迄个青红灯的青灯哦，听我来当做是检测咱的心肺功能的参考哦。以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讲，过这个50公尺的大路，大约是15秒内会当行过去。啊，那这个55岁是36秒，75岁是59秒5，啊，那85岁是77秒。讲若是无法度伫这个秒数行过大路，恐惊就是心肺功能无介好，或者是肌少症。若是这个状况愈来愈严重，上好去病院做一个检查，安尼较妥当。其实，在台北市呢，有不少像记者身后这样超过50公尺的一个大马路，而这小绿人呢，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都是在跟他来进行一个赛跑的。不过呢，有医师就提醒了，如果您跑不过这小绿人，秒数不够，可能不是因为你的速度慢，而是你的心肺功能出了问题。老人家走这么长，最起码要40-50秒吧。哦，大概几秒之内是15秒。烦恼家己的心肺功能有问题，不过每一个人过车路需要的时间都无同，小丽人到底应该走几秒才算正常？其实医师呢也提出了一个可以自我检视的一个方法哦，比方说像我一个大概20-30岁的一个成人上班族来讲的话，这样子的一条超过50公尺的马路呢，基本上在15秒内就可以全部走完。冬天的时候，像是有一些像是有气喘的，或是过运动型气喘的，甚至有心脏病、心血管疾病或高血压性心脏病，或者是心衰竭的患者的这些族群的话，的确有可能他的在运动能力上，在心肺功能异常的情况下，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通过这个路口。对平均值来看，55岁民众过50公尺的车路标准达伫36秒，75岁是大人爱延长到59秒半，85岁爱77秒才有算正常。那肌少症你可以自我检测，第一个你变轻，你的肌肉量变少，这时候可能它在肌耐力上面就会差很多，所以在跑步或是比较像是快走的运动当中，一开始会受到影响。不过医生嘛提醒，和小丽人比上较高早，只是一种自我检视的方法。若是用胸出现无爽快状况，要是要到病院来互医生看做检查。